老人家身上。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嗰啲錢應該要用喺全國屋苑所有嘅人嘅身上，係唔係淨係用喺老人家身上？如果係咁樣講法嘅話咧，呢個係唔正確嘅，所以我呢個係要保證。另外亦都好同意呢位業主所講，就話如果我哋而家所交嘅管理費，我哋係理應咧係要做得到，係管理上面要好啊，清潔上面要好啊，我呢個100%係絕對嘅責任。所以我哋喺法國，如果喺呢個管理行為上同埋清潔行為上，係如果佢係唔達到標準嘅話咧，作為一個管理委員會喺每一次開會嘅時候，佢喺個會議記錄嗰度咧，都已經顯露咗出嚟俾大家睇。我哋係有同呢個清潔公司、管理公司要求佢哋去改善佢哋呢一個咁樣嘅行為。我哋呢個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佢要做嘅就係要做好監察同埋去要求去改變呢啲行為。若然如果呢啲行為係持續咗落去，都不能夠去改變嘅話，就好似而家一間對上嘅清潔公司一樣，佢將會就算合約未完成，我哋都會同佢終止佢嘅合約，因為佢真係做得不理想。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而家已經更換咗一間新嘅清潔公司，同一個道理，我喺呢度亦都係語重心長同而家嘅柏尼管理公司講，你哋嘅服務同埋你哋嘅管理行為，希望係能夠每一日嚟到去進步，因為我哋亦都理解到一個已經喺個屋苑裏邊做咗10幾年嘅康業，佢匿埋隻眼都識得行上樓，但係你哋咧只係嚟咗而家呢幾個月，係摸索嘅期間，一個咁大嘅屋苑，你哋喺呢2-3個月裏邊係未曾達到呢個水平嘅，作為管理委員會係暫時係可以容忍，但係呢個容忍當然不能夠係永久，咁所以我希望你哋柏尼今日都聽到頭先着藍衫嘅呢位業主向我哋反映到一啲管理上面嘅行為咧，你哋都要真係希望能夠有所提升。不過亦都我除咗今日係呼籲我哋嘅管理委員會嘅委員要做好監察，同埋呼籲我哋嘅管理公司要做好提升你嘅管理水平之外，我亦都要呼籲我哋嘅業主，你哋真係要守下公德，因為咧有好多業主真係唔守公德，甚至乎咧係不守規矩，佢哋會咧喺倒完垃圾之後，人哋一個行為倒完跟住背脊咧，佢就會再將嗰啲咁嘅垃圾就會抌出嚟啦。我自己亦都親自去了解過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嘅業主佢真係有啲公民嘅責任，佢又能夠理解到佢嘅行為係可以影響到一個管理公司同清潔公司嘅表現嘅話，除非佢係故意，否則佢就唔應該咧係要做一啲咁樣去人哋倒完垃圾，佢又背後嗰度咧就抌啲垃圾，然之後又打個電話落去下面管理處話點解唔清理嘅垃圾咧咁。但不過我相信呢啲行為係好個別嘅，咁我亦都唔相信咧係會存在好多。但係不過點樣都好啦，作為公平同埋公道起見，作為管理委員會嘅主席，作為被你哋授權咗係管理整個屋苑嘅主席同埋管理委員會，我係有責任喺呢度同大家講，我哋係會繼續做好監察住清潔公司同埋管理公司，甚至乎我哋會要求清潔公司同埋管理公司監察住我哋嘅業主佢哋嘅行為。若然佢係做一啲違反公契嘅、違反法例嘅管理，違反呢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我哋都絕不輕易放過，我哋必須會執行。當然有啲嘢我哋係會咧，大家會用一個和諧嘅態度，同埋希望一個勸勉嘅態度。但係如果我哋勸勉又勸勉唔到啦，我哋要做嘅和諧嘅態度亦都做唔到啦。我今天伸隻手出嚟同你握手，你永遠唔肯同我握，我哋都無人為力。所以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好似而家咁樣安安靜靜。我講完之後有問題嘅繼續